很远的地方，远望那淇水，这个淇是在哪里呀？这个淇水在哪里？在荷兰，在荷兰省，淇水在荷兰省。远望那淇水汪汪的岸边啊，嫩绿的竹子郁郁葱葱啊，郁郁嘛，郁郁是郁郁葱葱的意思。啊，所以文字啊，诗一般的语言，是吧？《诗经》嘛，《诗经》里面的话啊，曾子应用到《诗经》里面的话。第6句，这一句是解释最难解释，就是这三个西，三个薛，谢、薛，你看呢？色兮、谢兮、贺兮、薛兮，有非君子，这个要读非，有非君子，终不可学兮。终不可学习。实际呢，他这个说前面我们把那个字都解释了，他神情庄重，仪表威严，他光明磊落，品德高尚。如此一个有修养、有道德的君子的人嘛，君子就是有修养、有道德的人嘛，真是使人终身不能忘怀哈。最后一个学是遗忘、忘怀的意思嘛，是吧？遗忘、忘怀的意思，是吧？你看说的多好啊！好，第7句，20章的有一句话啊，说常乎身不素，素而能比喻诸人者，谓之有也。这个最重要的前面的一句话，说常乎身不素，这个素。术呢就是术道，术道，孔子就强调的术道。术道是什么？术就是单人旁加2个人，加两横就是人道，术道就是人道。哇，孔子一辈子强调就是术道，术道人道。儒家用1个字来概括就是人嘛，单人旁加2横，儒人嘛。道家用1个字来概括就是道，是吧？孔子一辈子研究推广他的主张就是推广术道，就是推广人道。人，孔子的学生就问老师：“老师啊，什么叫人呢？”孔子说：“爱人，仁者爱人。”孔子学生还不懂，老师爱什么人呢？孔子提出爱一切人。你看。所以我就讲，现在提出和谐世界，和谐世界哪个最早提出来的？我们中国人，是吧？西方3个东西讲来讲去啊，他都来教训我们，一个是博爱，一个是民主，第3个是人权。他们怎么有资格教我们呢？我们2000多年，孔老夫子就提出爱一切人，爱一切人是不是博爱？啊？孔子一辈子就研究爱一切人，他教所有的学生就是一条爱一切人。和我们佛教的是不是一样啊？佛教的宗旨爱众生，就是一切为了众生啊，要忘我嘛。儒释道是通的，是一个东西，中心的东西一个，要爱所有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做善事，佛教做善事。我们孔子讲要修身，要帮助所有的人，不是一样吗？是吧？你看，所以用现在的话来翻译，如果自己心中没有积藏儒道，没有积藏人道，而去开导别人讲究人道，开导别人讲究人道，那是从来没有的事，那是从来没有的。你看说的多好，是吧？好，最后几句话啊。
第8句就是21章的有一句话，其义不特，这个地方要读特，正是四国，正是四国。那什么意思啊？他的仪容没有邪恶，这个特是邪恶的意思，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。他没有邪恶，没有任何邪恶，那么就能够成为四方各国的表率。第9句，皆彼南山，为时炎炎，赫赫诗吟，鸣句而战。什么意思啊？阶比南山，阶比是高高的，一阶一阶嘛，阶阶高嘛，是吧？阶比南山就高高的终南山呐、石崖险峻直立，威仪显赫的尹大师啊，民众都注视着他，注视着他。你去翻翻尹大师是谁啊？我这里因为时间关系不讲了啊。第10句话，这句话在讲大学的时候，很多人不大理解，就是那个就范是谁，还有一个无人无以为报，亡人无以为报，人亲以为报，很多不理解，啊，我是这么把它翻译的。这个囚犯呢是个名臣，被朝廷发生内乱啊，他是流放啊，所以叫做陪同晋文公啊流亡的名臣囚犯。说流亡在外的人没有什么宝贝啊，没有什么最重要的，什么最重要啊？只是把亲属仁爱当作宝，把亲人把仁爱当作宝，这个意思啊。第11句啊，人之有疾，貌疾以恶之，这个地方要读恶，不能读恶，多音字嘛，这个地方要读恶，貌疾以恶之。人之也甚，也甚，用现代话就是德在兼备的人啊，贤人，有道德的人啊，有德在兼备的人，而为之必不通，而为之必不通。实际上你只把这个字，我们每一章解释了啊。用现在的话讲呀，如果别人有才能、有技术嘛，有技能嘛，有技能，就嫉妒和憎恨别人，别人德才兼备，就去设法阻止压制，使他不被重用。这样的人就是小人啊，没有修养的人，是吧？你看说的多好啊，说得多好。好，最后一句，这个呢，大家几个字很难解释，很难解，是吧？我呢搞了好多年啊，我查了很多很多的词典和一些著作，最后我认为这么解的比较准确啊，比较准确。生财有达到，生之者众，食之者寡，为之者急，用之者疏，者才恒足矣。昨天我们一个学员讲了，哎呀，刘院长讲错了，只讲了3做人、做事、做官。他说我要补充一个叫做生意我看你的也对，我的也对，是吧？因为你做人做事做官啊，做人做事都知道，还不知道做生意吗？啊，做人做生意就是做人呐、包括做人，是吧？你看怎么做生意啊？你看讲得很好，怎么管理啊？管理国家的财富啊，中德原则，这都是讲为政的大学问嘛，治国的大学问。那大家众是人很多嘛，食就吃饭消费嘛，寡大家都知道，寡就是少嘛，稀少的意思。急很迅速嘛，做事很飞快的跑，就是勤奋嘛，是吧？疏是
节节，节节，为什么节节是书呢？你们去查，我都查了的，是吧？那么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创造财富的大原则，或者管理财富的大原则，治理国家、管理财富大原则，就做到这4句话：创造财富的人要多，消费财富的人要少，掌管财富的人要勤奋，使用财富的人要节节，这样国家财务就经常保持充足啦，很足以呀。你看，说得很好。所以这是我对大学，你只要把这12句话基本上搞懂了，其余的你基本上都能够讲解了，是吧？因为其余的都很通俗的，就是这几句话有一点点难得理解，是吧？实际你们掌握了，所以你这次培训回去可以人人教大学了。好，你还不能教啊！第4点，最后一点，教学的建议，我提出了5条要求：要求学生熟读背诵大学全文；第2，组织学生阅读孔子与弟子的故事，这本书你们读一读；第3，要求学生阅读名人全集。你看名人都是这样修身治国的，包括曾国藩全集，是吧？第4，组织学生开展修身修心等教育活动。第5，老师要带头修身修心，齐家治国。首先你把那个班管好嘛，你把家庭管好嘛，你当校长把校长管好嘛，你自己那个学校没管好啊，你还讲要学生去治国，学生向你学什么？连你这个学校老师，你只教我们口头革命派，是吧？你教我治国，你一个学校没管好，你教我治国，连个班都没管好，是吧？怎么治国啊？所以我就提出5条建议。好，你看我这个怎么教大学的啊？这里只是给你们做了一个教学的建议，是吧？你看我怎么教大学？所以他把我的在硬盘里面，你应该要用我硬盘里的东西啊，我改了的。好，是没错啊，不是。最后给大家，对的。你看我怎么讲大学啊？我讲大学是这么讲的，所以凡是我的弟子听我讲完以后，个个都能够讲。第1章内容提要，这1章3句话讲什么？第2注解，你看每一个字我都注解了的，什么动词名词啊，什么绝不注。第3经义，用现在的话讲，特别是后面，这是我不是自己啊表扬一下自己了。我的每一章《论语》511章，我全部讲了第4点感悟与智慧，并且后面的所有感悟我都用4个字。511章啊，《论语》你看我花了10几年，后面全部锤炼成4个字。为什么4个字呢？学生好记啊，好记。高度概括，是吧？你看我这里学网这一章搞什么？要懂得一个道理，学网止于至善。我们做什么事要达到最高的境界、最高标准，以德治政。他讲的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道理。你做领导、做老校长、做企业老总，你一定要有高尚的道德，你才能够管好所有的企业，当好领导。你这个领导道德都很差，你怎么能管别人？学了这一章就是这个。你看我的第2章，是吧？本章论述一个人达到至德至善的6个人生进修阶梯：知、定、静、安、虑、德嘛，6个字嘛。
6个阶梯。你看，知是什么意？得是什么意？最后我把它解释了，知道要达到的最高境界，然后才能够做到志向坚定，志向坚定，然后才能够做到思想清净，思想清净不乱，然后才能做到心具安宁，心具安宁，然后才能做到思虑周详，思虑周详，然后才能得到道德真谛，才有所收获，才能所得到，才能所收获。天下万事都有根本和枝节，世界万物都有结局和开始，知道它们的主次先后、轻重缓急的顺序，那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。你看，懂得这？光键学了这一章有什么收获啊？有什么智慧呢？我们学到什么？应该学到什么东西啊？3句话：追求目标，志向坚定。我告诉我们，一定目标，你看它摆在前面的第一位的。现在我们年轻人都没目标，推广经典教育也没目标，没目标怎么去推广？标准很低，怎么推广？定了目标要志向坚定才成功。这是我们学经典第一点，这是我的感悟。第二点，心静安宁以静制动。有些讲我心静有什么好？静则得天下。